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熊猫债。什么叫熊猫债呢？我们先谈一谈最近有一个新闻刷屏说俄罗斯欲在中国发行熊猫债，一下这个就成了热点很多人关心，很多人讨论，也有很多人呢让我聊一聊这个熊猫债。那我今天我就以我这个比较浅显的金融知识来聊一聊我对这个熊猫债的一个看法。先说一说什么叫熊猫债。简单点说就是外国实体跑到中国来发行人民币债券，对吧？由中国的投资者或者机构去认购，这个外国的实体拿到人民币资金，这就叫熊猫债。为什么叫熊猫债呢？实际上这种国外的主体到一个国家去发债，这个债的名字就一般的用这个国家的一个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卡通形象或者一个什么形象，约定俗成都这么叫。所以在中国发人民币债券的就叫熊猫债。那同样国外机构跑到美国发债券叫洋基债，国外机构跑到日本去发债券叫武士债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熊猫债是一个约定成俗的这么一个叫法。实际上这2年这个熊猫债也成了这个国际资本的一个香饽饽，在咱们国家发熊猫债的这个国外主体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发的熊猫债规模也是一年比一年高。你比如说这个摩根士丹利他就这个代理在中国发了很多熊猫债，那规模都是几十亿人民币的虽然跟美元债一比，那个还是很小，但是这个也不少就是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发这个熊猫债。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德国企业奔驰宝马，他们都会在中国发熊猫债。而且近年来这个发熊猫债的是越来越多。什么原因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咱们的利息越来越低。随着咱们的利息越来越低，这个熊猫债可能就越发越多。就是海外的机构你这利息低美国的利息那个联邦什么基准利率都是4%点几，咱们这才多少1点几。你这融资成本低大家知道吧？就是如果那个咱们国债10年期的国债好像收益率只有1.7%了嘛，那国外的机构国外的企业我给你3%的利率，那是不是大家就跑去疯狂认购因为我们自己的10年期国债只有1.7%嘛，那人家给你3%你不买吗？宝马他说在中国发100亿的这个熊猫债，那很多人就跑去认购就很多机构都是散户都不知道，机构就去认购了。但是宝马也合适因为他要发美元债的话，那利息怎么着都6%以上，7%，对吧？所以在中国发熊猫债比在美国发要低一半以上，融资成本低。然后这个债呢，我们总的这个熊猫债发行量跟日元债、跟那个日本的武士债跟美国的洋基债比，那还是九牛一毛，小巫见大巫。我看了一下我们2023年熊猫债发行量是1500亿人民币，那这个是毛毛雨2024年总发行量是1858亿，创了新高，而且比2023年增长23%。今年前4个月熊猫债已经累计发行622亿，这个增长的势头非常快。在中国发熊猫债的这个机构或者是海外主体，通常是哪些呢？比如说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是国际这金融机构。那个政府呢发债的呢有匈牙利匈牙利政府跑到中国发熊猫债，还有这个刚才说 BBA 还有大众这些知名的跨国公司都是熊猫债的发行主体。可以说现在发熊猫债的这些机构是遍布全球。刚才说过了这些政府这些机构为什么热衷于发熊猫债，而且现在是越发越多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咱们的成本低。那最近的消息是巴西政府要到中国来发熊猫债，而且我看了央行还专门发了一个新闻是欢迎国外的主体，尤其是拉美国家。他这边说了是拉美国家到中国发熊猫债，就是说咱们政府是欢迎的拉美国家政府你们到中国来发熊猫债。这巴西呢人家第一个跳出来，这政府跑到中国来发熊猫债。巴西跑到咱们这发熊猫债，除了咱们的融资成本低、利息低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就涉及到人民币结算，涉及到美元这个我就大概讲一下也就是说咱们把这个世界分成3类国家，一类叫资源出口国，一类是生产制造国，比如大国，我们就是生产制造国，一类就是消费国，你比如说美国，对吧？人家消费厉害，还有这个非洲，恐怕也就是消费。当然了，有的国家既是消费也是资源出口国，有的国家既是消费国又是生产国，对吧？你比如说欧洲，对吧？人家既是消费国，人家也是生产国。
所以我们只是说大体上啊。那么作为政府为什么要发行熊猫债呢？那就是这个政府啊，它跟中国之间应该是贸易顺畅，也就是它出口到中国的东西多。这些国家往往都是叫资源输出国，你比如巴西，巴西就是农产品，对吧？大豆还有什么？巴西还有牛肉，对吧？巴西这个矿产，对吧？巴西那个什么淡水河谷是吧？那个铁矿、锂矿，那都是要卖到大国来的，所以它就对大国形成一个叫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国，所以他要考虑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结算主要靠美元，有的时候啊，有种种原因啊，这个市场上美元有的时候就缺。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对吧？最严重的时候美元缺，各个国家都没美元，没有美元导致什么呢？导致那个共同体啊，比如说东盟它就世界国家在一起开会研究说，我们内部啊，对吧？就拿本币结算吧，不要用美元了，美元本来就稀缺啊，这不是。很多这个金融爱好者不都说了，美国人就用美元这种潮汐现象搜刮全世界嘛，对吧？一会儿降息，美元到跑了，流到全世界。美元一升息，那全世界的美元要往美国跑，这种潮汐现象，用这种潮汐现象来搜刮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对吧？就跟那个金融机构啊，晴天给你送伞，下雨天他要收伞，一个道理啊。就是你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他如果要结算用美元，但是有的当全世界的缺美元的时候，巴西你没有美元，但是你有好多美元债，你美元的那个结算要用美元，怎么办呢？所以他只能从国际市场上大量的，对吧？这个要高价买美元，巴西的那个什么里拉什么，它就贬值，货币就贬值等等啊，就造成这个巴西的财富，对吧？它的汇率就波动。如果啊，他跟中国之间，他利用他的顺差，他在中国发熊猫债，他跟中国之间他就不用美元去结算了，美元只是个计价的工具，不需要实际支付。反正他从你中国借了很多人民币这个债，对吧？熊猫债完了，他还拿什么还呢？他不有顺差吗？对吧？他不是卖大豆给你吗？卖矿给你吗？各种资源输出给你，人家赚的都是人民币，用人家赚的人民币还你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债，这样完美的就避开了美元，对吧？美元只是一个计价单位，计价的这个工具，这样就减少巴西对美元的依赖，对吧？这样好让巴西这个外汇啊，它的美元呢，用来对付其他地方，这样就稳定巴西的这个货币，避免这个美元的潮汐现象对巴西的这种叫经济不利影响。而那中国也愿意啊，为什么允许巴西在发债呢？为什么咱们中国啊央行专门还欢迎拉美国家、主权国家啊，你到中国来发债、发熊猫债，借我们的人民币去？一个这就人民币的国际化，对吧？越来越多的国家他愿意拿人民币来跟中国做生意，那中国对美元的依赖也会下降，这是一个啊，这是愿意。第二个呢，因为这些国家都是资源输出国，你不怕他不还，对吧？他每年跟中国贸易顺差都上千亿的美金啊，那不愁他还不起，对吧？你比如说阿根廷，我们要从那进口牛肉，阿根廷也有锂矿，还有什么智利吧，这南美有很多矿啊，很多农产品都是中国要的，所以说啊，这个就两全其美。一，我们中国的融资成本低，你那个10年期国债只有1.7%，对吧？你只要敢在这儿给2%、3%，中国的机构啊，马上就买你的债，这不怕你还不起啊，因为你每年中国还给他支付大量的钱给他，对吧？买他的大豆啊，买他的矿啊。等到这个啊，很多资源国他认可人民币的这种结算，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那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逐渐的有很多国家他要储备人民币，那就对一个国家他如果拥有人民币，他该干啥呢？就像咱们啊储备了大量的美金，咱们拿了美金干啥？买美债呀，对吧？你手上大量美金干啥？你只能买美债，不买美债你放它贬值吗？买美债它有收益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国家到时候资源出口型国家，他手上大量的人民币，他就会去买中国发的国债，也就意味着啊，中国以后国债还可以再多发，就像美元债一样、美债一样啊。所以这也是咱们为什么鼓励啊这些资源出口型国家你跑来发债，这是不是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熊猫债啊现在越发越多。好，下面我们要说啊，这些海外机构，巴西，你在中国发了熊猫债之后你干什么？这个人民币你拿到手之后你干什么？所以有两种用途啊，一种就是我拿着这个人民币我在中国投资，对吧？我在中国有项目。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你这个人民币我要通过你中国我结汇，对吧？我要拿回去换成美金拿回去，他还在他国内投，对吧？他还去，这是一种啊，就是结汇出去，两种。所以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两种这个形式啊，它的风险不一样。如果你在这儿发了熊猫债，你是在中国投资，那这肉还烂
烂在锅里面，你把这钱拿回去，那就肉就出去了。但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因为咱们跟这些资源国呢，他们是顺差，我们要买它大量的这个原材料、农产品，所以你不愁它还，拿走就拿走。这个如果大家不好理解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美元债，对吧？你看恒大发了多少美元债，在美国发的美元债啊，美国投资者认了，然后他把它美元想办法拿到国内来，对吧？外汇管理局把它美元就留下了，在国内它换成人民币，在国内花，那就相当于把美国的美元拿到国内来了。恒大并没有把美元花在美国啊，对吧？他又不是在美国盖房子。我再举个例子，以小米为例，小米如果在印度发债，他1毛钱都拿不回来，他发的债只能在印度投资，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所以说啊，就是熊猫债，你得看他这个钱是结汇流出去了，或者他本国投资，还是说在国内投资，在中国投资。如果在中国投资，基本上没有风险，那要出去了呢，那就这个风险就要评估啊。这就是我的看法啊。那具体的，俄罗斯有很多企业要来咱们这儿发熊猫债，你比如说啊，俄罗斯天然气这个股份公司就俄气啊，还有俄罗斯什么能源公司，有好几家排队啊，要在咱们这儿发熊猫债。具体的俄罗斯咱们又得分开谈一谈。这俄罗斯为什么在咱们这发债呢？俄罗斯第一次在咱们发债，这不是第一次了啊，他以前发过，什么时候呢？2017年发过熊猫债，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发债啊，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因为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利息非常高啊。你想想，2017年咱们国内企业融资，对吧？我记得那时候那个信托啊，产品房地产公司啊，拿这个信托的资金成本都是18%，年化18%呀。2017年、18年的，对吧？这个恒大跑到美国去借美元债啊，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俄罗斯企业跑到中国来发熊猫债，它融资成本并不低，而且那个时候咱们也只是试水，所以说发的不多，后来就不了了之了。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啊，也是受到美西方的制裁，它在美西方发债已经走不通了，对吧？2022年之前呢，俄罗斯是在美国、在英国发债，所以它现在是发不了债了，对吧？整个的给它停掉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在节目里经常说啊，这俄罗斯央行它的那个基准利率都调到19%了，你说俄罗斯企业在俄罗斯借钱，那不是要命啊？他根本就借不起，对吧？他跑到银行贷款，他干什么事情，他的利润能有20%以上？银行基准利率就19%。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利率才多少？1.几，这就差10几倍、20倍啊！所以这一下，对吧？他到咱们这儿发熊猫债，那简直是占了大便宜。他就是给10%的利息，那也比他国内要便宜1大半呢。理论上啊，俄罗斯对中国也是贸易顺差国，应该是这样吧？但是这顺差有多大？我没看那个仔细的那个啊，因为它是石油、天然气要卖给咱们，对吧？也属于资源出口型。所以俄罗斯啊，他这么多企业跑到中国来发熊猫债，那就得好好分析分析，就是他发了这个债，他把钱要干啥？首先一个啊，这个俄罗斯天然气还有这个俄罗斯能源呢，他们发债之前，他要有这个国际机构的评级，而这个国际机构啊，你比如说是在那个发债国啊，要得到认可。那咱们的评级机构啊，好像深圳什么中证鹏源给这个俄罗斯天然气评级是3A 级，它这个3A 级就是评级里面最高级啊。但是啊，2022年以来，这个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啊一直受到美西方的制裁，所以它这个评级被这个国际3大评级机构啊，惠誉啊，给他评的是 CC 级，也就是还差一步，就是违约了。这个3大评级机构的威力啊，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反正这个自从恒大爆雷以后啊，这各大房企只要是对吧，这3大评级机构一评级，说它评级下调，马上它股债双杀，离爆雷就不远了。我记得哪个评级机构把恒大是不是评了一个，应该是2016年还是哪一年，给他评了下调，结果该评级机构遭到严厉的批评，对吧？差点要罚款。后来我们国内的对吧，这个评级机构立马顶上，给恒大啊恢复名誉，对吧？给恒大3A 级评级。后来恒大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哪些评级机构不着调的，大家自己心里有数。一旦评级机构啊给了他3A 级的评级，那他就在国内发这个熊猫债是通行无阻啊，取得了最基本的这个资质的条件。所以我们要看啊，这个俄罗斯发的熊猫债，他把这个钱要在哪里花？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罗斯的叫原子能机构啊，它叫什么？那叫什么公司？原子能公司是吧？它主要是搞核电的。我看它跟中国啊好像签了很多这个核电协议啊，就是它要在
在中国帮中国建第4代核电厂。哎，如果他发的债是用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我刚才说肉烂在锅里，对吧？你就不用担心它偿还不偿还的问题，相对来说安全可靠。但是那个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呢，他发这个熊猫债，他就不一定是用在中国了，他很有可能拿回去啊，他要建他那个叫什么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他要发债建，那这个就有风险了，对吧？这个风险在哪儿呢？这有几个风险啊。第一个风险就是现在，对吧？这个美西方对俄罗斯是在制裁的，那也就是我们要发熊猫债的话，哪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如果承销，对吧？俄罗斯的企业的熊猫债，很有可能这银行还有这些机构啊都要遭到美西方的制裁。就是我不知道有哪些银行敢发这个俄罗斯企业的这熊猫债，对吧？目前看啊，咱们这个所有的银行，就包括那个很多城商行，目前都担心这个美西方的制裁，对吧？都是早就跟那个俄罗斯啊做切割。我记得是欧盟还有美国把那个黑龙江一个什么农村什么一个村镇银行给制裁了，哎，人家还要申诉呢，说他跟俄罗斯没有业务。也就是咱们的银行还是比较忌讳这个的，一旦把你跟国际社会，对吧，跟美西方切断，那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这是个风险啊。如果这个银行它代销承销这个俄罗斯企业的熊猫债，它遭到美西方的制裁的话，那这个银行是不是就有暴雷的风险啊？对吧？这个还有券商啊，你帮俄罗斯企业做这个事情，那你也有可能遭到制裁。这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制裁。第二个呢，面临着俄罗斯它还不起。假如俄罗斯这次战败了，假如俄罗斯，对吧，它分裂着很多小国家，它新的政府，对吧，它对你的债它不认，好，政府认不要紧，人家企业不认，企业倒闭了，这个俄气能不能扛到最后，这都是个未知数啊。这个你看啊，俄罗斯的很多煤炭企业都在破产呢，俄气实际上也是很快啊，扛不了几年。这个账大家要知道啊。你看俄气虽然它是出口天然气，对吧，它按理来说它应该坐在那赚钱，对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啊，那俄气呢利润是非常好的，它为什么一打仗它俄气就不行了呢？第一个就是主要是美西方的制裁，它俄气卖不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俄罗斯政府的操纵，一个是银行利率奇高，对吧？这个利率这么高啊，那企业都要背负沉重的压力，融资成本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俄罗斯央行还要操纵这汇率，所以你看啊，这个过去卢布啊还强行升值，卢布一升值啊，这些出口天然气的这些企业叫俄气啊，它就赔钱，对吧？它本来的比如说啊，1立方米天然气卖100美元，哎，他卖了100美元回来，他就换卢布，换1000卢布，对吧？是这样概念。现在好了，天然气还是卖100美元结算，回来换卢布只能换700了。你说那个俄气它能扛得住吗？这卢布升值了嘛，换700，那俄气就是亏损呐，对吧？俄罗斯央行就通过这个来搜刮这些企业的利润，用于维持战争。所以俄罗斯很多煤炭企业就已经倒闭了啊，因为煤炭的出口不容易，天然气、石油还有人买。所以说啊，这个发熊猫债的俄罗斯这些企业，它自身能不能扛得住？如果这个大家理解不了的话，那我们反过来看恒大就懂了，对吧？恒大在美国发了洋基债，就是美元债，恒大爆雷了，那些美元债债主怎么办？哎，难道还指着我们用大头的钱替恒大还吗？不可能的，对吧？那是企业的事啊。那恒大破产了，叫中国恒大啊，在香港上市那个中国恒大借了美元债，那你找他去啊。所以说你看那个美元债的债权人，他们成立一个什么清算小组，叫清盘人，你把恒大给你，对吧？你自己就耍去，对吧？你想怎么整怎么整。所以他们拿着恒大的找恒大的资产，对吧？恒大下面一个恒大物业、恒大汽车，哎，这两个他攥在手上，然后恒大许老板在海外的财产也给他攥住，对吧？夏海军的海到处去找这些东西，找资产来还美元债权人，对吧？你可扯不上啊，跟咱们政府，你想让我们拿大头的钱还，那是不可能的。那你就现在是美国的美元债这些投资者，那自认倒霉啊，那是恒大破产了，对不对？中国恒大破产清盘，所以你看啊，买了融创的美元债的债权人，买了中国那些暴雷房企的美元债的债权人，他只能自认倒霉啊，他企业还不起，企业破产了。哎，融创还没破产啊，融创是我们重组，对吧？不要急，美元债债权人呢，你现在变成股东了。哎，这叫化债。那美元债那投资人他也没办法，硬着头皮接受啊，想要钱没门。所以我们再反过来看啊，假如我们有人有机构，对吧？或者我们买了俄罗斯企业在中国发的熊猫债，那你记得承担这样的风险，他那个俄气或者他那个原子能公司破产了，那你指着普京啊拿俄罗斯的钱给你还是吗？那是企业债啊，跟俄罗斯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大国
也不拿钱来还美元债，还那个房企欠的美元债，你还指着俄罗斯拿他的钱来还这个他们企业发的熊猫债吗？所以你看这风险有多大啊！到时候熊猫债就是利息啊30%，对吧？你想买的话，你得小心一点，对吧？这俄气还有俄罗斯这个能源，这俄罗斯这些企业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恒大。你不要看中国的很多评级机构给他评个3A，啥3A 啊？恒大暴雷之前也评3A，不都这些评级机构干的事吗？所以说啊，这风险有几重呢，对吧？第一个是美西方的制裁，第二个就是这些企业自身恐怕要破产清算，它不一定扛得下来。第三个呢，俄罗斯的这个主权，对吧？俄罗斯他自己恐怕要瓦解，那俄罗斯自己瓦解了，他下面企业那更还不来你钱了，对吧？政府都不知道在哪，俄气都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对不对？俄罗斯变成20多个小俄罗斯，俄气归哪个国家呢？俄气恐怕也得分，那个债没人管啊，没人问，爱咋地咋地。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又不是俄罗斯国家它主权，对吧？不像巴西那样的，它一国家在你这发熊猫债，所以说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它是企业发，对吧？就像恒大、融创跑到美国发债去了，但不是政府去发债，所以说也不好说什么。如果是俄罗斯政府发债，那恐怕还得抵制一下，对吧？也就是他政府发债，那肯定融入战争啊，对吧？他已经打不下去了，他缺钱，他跑你这借钱打仗，那能行吗？企业借钱那顶多算间接啊。所以说，如果大家理解熊猫债这个有点难度的话，其实你就想一想恒大，想一想融创，想一想碧桂园他们发的美元债，对吧？你把你当做美国的美元债的投资者，是不是现在一种无力感，对吧？融创虽然没有清算，但是人家把你变成股东了，对吧？融创这个股东也没什么前途啊，房地产行业你还指望着融创能怎么样呢？他保洁楼保完之后是不是就清算了？这都未知啊。那恒大干脆就没有了，他不管了，对吧？碧桂园债务充足的方案还没出呢，好多人还不同意呢，对吧？你就想想你是这些美元债投资者，你现在怎么办？这些俄罗斯的公司啊，在我看来和暴雷之前的恒大、碧桂园、融创都差不多啊，都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也就是说它已经危机重重了。所以怎么说呢啊？我认为啊，如果俄罗斯企业啊发了熊猫债，它是在中国投资，在国内，那你倒可以参与一下，因为它毕竟给的利息很高，对吧？可以适当的参与一下，它有风险啊，但是那风险应该是可控。你好歹那资产在中国嘛，它一投资它就形成资产，资产在国内，在中国，对吧？肉烂在锅里嘛。如果这个钱它是搞到俄罗斯国内去了，它搞那个什么，对吧？西伯利亚2号，或者它搞到伊朗去了，甚至它搞到朝鲜投资搞军工去了，那都危险，对吧？那就会出现俄罗斯的恒大，叫你欲哭无泪啊，欲罢不能啊，你都没地方说理。我在想啊，这美元债的投资者恐怕就是没地方说理啊。这就是我对熊猫债的一个看法，我说的不一定特准确啊。我认为这个熊猫债对咱们肯定是好事啊，对吧？这个而且也是都是双方需要，尤其是和平国家啊，你比如说拉美，对吧？这些国家我觉得它发熊猫债，那对咱们绝对是好事。这样双方锁定了，对吧？你的农产品、你的牛肉，那你的矿，对吧？你的源源不断流到我这儿来，双方更加深这种合作啊，而且对国内的投资者也提供一个好的渠道啊。对，你好歹比存银行利息稍微高点，不是，恐怕还高得多呢。这个风险又可控。当然了，这些政府啊发的熊猫债，那我们普通韭菜也很难接触到，都是机构去买，机构参与，我们很难参与得到。他机构参与完之后，他恐怕在二级市场挂牌也可以交易，那这个就是债券交易了。那作为我们来说啊，就算了啊，作为韭菜了解一下就好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